然这个不必跑。要注意是不要乱蹦。你啦，查甫啊，当然，你是惊管还是？冇啦，我的天赋比较较特殊啦。我感觉不是天赋的问题呢，你的业绩嘛有问题。人是身高3米，你是3个背包。好啦，点去买人命啊啦。啊，其实有想哦，佫有一个客户啊，林立春啊，对。你搁伫咧替伊卖厝？伊的厝敢若卖半年，伊就甲咱附近所有的业务拢得失了。吼，大家看到伊哦，走敢若卖，拢讲伊是歹命投地，千年老妖精。隔壁表看换卖，人已经卖出去。到底是有法度还是无法度？明仔载你要签约啊？今嘛球已经替你放到门口口，你千万唔通甲我落屎哦。我绝对袂落屎。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，愿意外厝卡。